全甲。青梅卓马，春水朝露桃花，起。怎么不倒了啊？那一尾竟然出手，拦不拦的，也就没意义了。回来。多谢前辈一剑之恩。多谢前辈6剑之恩，敢问前辈可是桃花剑神？我是邓太阿。这份恩情，徐凤年记着，将来再报。不是你报，是我报恩。徐凤年，你娘是我远房的表姐，这也能攀上亲戚？带头的是真好。当年我在吴家剑中练剑之时，你娘对我有一饭之恩，有救命之恩，有授业之恩，这恩情太大，怎能不还？唉，只可惜你娘当年孤身入皇城时，我人在东海之外，待我归来，一切都晚了。你娘那一战，落下病根，最终殒命。回想起来，我愧疚至今。我欠你娘的恩情，今日这6剑，算是还了一半。城头之上，你想拿些什么，安心拿便是。这12柄飞剑，也算是追随邓某一生，今日赠于世子。这飞剑杀人之术，全在此匣之中，能不能够领悟得到，就全靠世子你自己了。这剩下的一半恩情，至此报完。世子，从此你我互不相欠。多谢。世子先把飞剑收了吧，回头收。桃花剑神的飞剑术，武林里的无上绝学啊！我知道，谁让我眼光浅呢？这时候，那个剑匣才是天下第一重要。邓先生，您若是要给我一剑，不如早点动手。我在这边上等着，心里不是事儿。恩情还尽，因果结了，世子与我无关了。那我若是等会儿对徐凤年出手，您不出剑，我的剑已经送人了。邓先生这般身份，定是一言九鼎。这会儿不打，我也不傻。人家邓先生前一半恩情，就是助你家世子去城头取剑匣。我要出手，也得等他拿完东西，人家恩情还完了再说。这会儿天底下，没人阻得了你家世子取剑匣。这是你的。
赶紧回啊！是我的。世子，这是府上新来的马夫带来的旧东西，就不带进府里了。啊。这东西你带着多久了？带着很久了。这是你的就是你的，拿着。可以不要。我娘说了，陪着你的是缘分，也是情分，人和物都是如此。其实我也不太懂这句话，反正别乱扔旧东西，将来想要了哪儿找呀？哎。找着什么了？哎，你看，我给你找回来了。你可以不要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直带着它，对你很重要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。干嘛否定过去的自己啊？没有曾经的你，哪有现在的你啊？不管怎么样，对我来说，你就是老黄。既然天意让你把它给找出来了，那你别再扔了。你姓什么？我姓黄。那我就叫你老黄吧。好啊。老狗，老狗，天下没有断了尾巴，没了归路。老狗，老狗，天下没有土里埋骨。
火炼剑，以金铁炼剑，以气血炼剑。今日，我借阴阳之机，星光之焰，借雷霆淬砺，乾坤作也。直至今日，终于建成。开天门，好一个剑神李淳罡！好剑！李淳罡此剑开得天门，杀得你王仙之否？一剑开天门。小师叔，又去偷菜了。小师叔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小师叔刚才好好的，怎么成这样了？现在还好好的。小师叔啊，别动他！怎么回事？小师叔方才呆立在这儿，望着天边，突然就成这样。哪个方向？那边。是东方啊。就地给他搭个棚子。然后呢？就没见过这么打架的，真是开眼界了。你说，他们还是人吗？是。哦。王仙芝我不清楚，李剑神绝对还是人。剑匣取回来了，那我可以继续动手了吗？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？李剑神刚出剑，你觉得他还顾得上你吗？还有个人藏在这里。桃花剑神在此，不仅仅是为徐凤年吧？见过赵老天师。你认得我？虽未谋面，却也听闻过赵老天师的风采。也是难得。知道我的人极少，怎么就遇上一个？你运气不错。没明白。李淳罡和王仙芝动手之后，我就能杀你了。可偏偏星湖内，感受到武帝城外有绝世高手，便想着再等等。没想到等了个桃花剑神的报恩局。方才阁下与武奴动手时，藏了手段，闹着玩玩，何必较真呢？敢问阁下的身份是？被认出来就不瞒了。
贫道龙虎山赵宣素。宣字辈，世子，宣字辈可比当今的龙虎掌门还高了2倍。眼前这位，怕是已经活了2个古稀。猜到阁下要对我动手，但没想到辈分这么高，也是难为赵老神仙了。这几日还要管我叫大哥，我都不在乎，你在乎什么？敢问阁下还杀我吗？本来还是该杀一杀，毕竟邓太阿在，该留几分面子。前辈也是来杀徐凤年的。方才邓前辈说过，他的恩情已经报完了，之后徐凤年的生死均与他无关。眼前这位世子，还是可以杀一杀的。晚辈愿与前辈联手。如果桃花剑神不出手，眼前这些人是拦不住前辈的。下面的符角红甲是你的，若前辈喜欢，可拿去赏玩。你就是赵凯，前辈知道我。徐凤年我不杀了，杀你也一样。一具傀儡也想破局？晚辈要是说错话做错事，愿向前辈谢罪。徐凤年是大乱之因，你也一样。龙虎山既受皇恩，今日就取你性命还份恩情吧。这是疯了！你救他，赵老神仙手下留情。他一路都在杀你。能不能说一下，救我这事儿，你怎么想的？你的绝路不该在这儿，还不走？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你救他的理由。按常理来说，你应该是疯了。有可能，可我知道，你小子心思极深。你救他，必定是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。给赵老神仙赔罪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了不得。要不是邓太阿在，我真该杀了你。还请赵老神仙手下留情，放过那2位。反正将来都是你自己的结束。这都什么局面？多谢老神仙。老神仙这次来武帝城，不仅仅是为了杀人吧？自然是为了开天门求飞升。天门，武学到了极致，就有飞升为仙的机会。要飞升，就要打开天门。我虽身如少年，内在却接近腐坏，毕竟等了2个甲子。老神仙连这都告诉我了，终于有了登仙之机。这些话说说也无所谓了。天门重开，是因为李剑神与王仙芝一战，怕也只有这2个人交手，
天门才会重开。我没来错，天门将开，仙界重临，我终于能迈出这一步。桃花剑神此来武帝城，想必也是为了此事。你还说对了，我还真是为了天门而来。天门眼看就要打开，你我都有飞升机会，或许还能合作行事。这样人全力交锋了。一步了，白大妈，天门将开。胜负未决。王仙芝在做什么？怎么停手了？数十年来唯一一次开天门的机会，他们俩就准备放过了不成？或许他们二位不愿飞升呢？不愿飞升？为何不愿？或许比起仙界，他们更想留在人间。人间有什么可留的？这种机会怎能错过？如今契机已成，再加一份力，便能打开天门，迎回仙界。既然如此，就由我来打开天门吧。剑戟！邓太阿，你做什么？老天师方才有句话说错了，邓某此来武帝城，确实是为了仙界天门，只不过不是等他打开。那你要的是什么？我要的是阻拦天门重开，要仙界与人间断了往来。为什么？历来古籍素有记录，仙人下界。所谓仙人，早已抛却人心，以天道自处。每逢仙人临凡，仅凭喜好，便要改换天下之事，江河改流，山川移位，都属平常。更有甚者，仅凭一己之好恶，便要断人间之生死，不知换来多少白骨累累。那又怎样？世上王朝更迭，不也是杀戮不断？别的不说，这位是北凉世子，他爹徐骁当年杀了多少人，怎不见你提剑斩杀？王朝更迭，乃是人间自己之争斗，我从未想过让天下无杀戮。说起来，我自己所练的就是杀人之剑。可是人间之事，自然由人来决定。这人间不需要仙人，就为这个，你要拦下天门重开，断了天下武学者的前进之路吗？哼，邓某从来就不是讲道理的人。你拦我飞升之路，你我便是不共戴天之敌。你也拦不住我。峨眉朱雀，黄铜皮肤，一米太阿，你。天君，
此剑阵取名冰解，本来是为王仙芝而准备的，却不想用到了阁下身上。我倒要看看，邓剑神能否冰解贫道。星辰之力，雷池之威。邓太和，你怎敢如此？是。邓太和，你走我飞升之路，我必要杀尽你血脉亲朋。赵老天师，此时收手，还能保住性命。你这又何苦呢？如此作为，岂不是断了自己的生路？天人之间，岂受他人束缚？这人间，我已待腻了。生而为人，却逆了人间，哼，何其可笑！我等进入天人之境，便再也不算普通凡人。只是为了变强，真的要抛弃那颗做人的心吗？我扔了又如何？赵老天师，邓某的剑下不许人间有仙。徐梦年，他既然与你有恩，我就让他死在你面前。老子让你登仙，仙酒6000里。止步！我家老黄落了东西在上边，我只取一样，其余不碰。那就是只能动手了呗。要跟这几位打架，你咋办？我与大哥一起冲杀。好，
真是好兄弟。想等打起来讲道是吧？大哥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答应你。既然你要为大哥冲阵，自然要成全我兄弟这一腔血勇。大哥，你干嘛呀？大哥，我还是个孩子。且看我家兄弟冲上！贤弟好武艺，你就等着这一下，可不就等着贤弟大杀四方吗？其实我并非徐凤年手下。说得对，诸位手下留情啊！哎，大哥，这少年又是哪儿来的？毕竟是北朝世子，想必是暗藏的护卫。真是藏得够深的，直到此刻才用出来。真是好身手。这大概就是徐凤年的杀招了。他身边那些人的路子都算摸清了，只有这个少年是个意外。等下出手，全力杀他。不该先杀徐凤年吗？能先杀徐凤年自然最好。可是你看此人，面对6名武奴，依旧首当其冲，忠勇之极。要杀徐凤年，此人定会挺身而出。再等等。有道理。世子，感觉这些武奴并未尽全力拦我们。都到这儿了，没必要回头。机会来了。
一共12位武奴，没错。都在这儿了。你也在。世子你好，我是你姐夫。又见面了。自家亲戚，我帮你吧。连我都防着。福将红甲，我认得。我要说福将红甲跟我没关系了。你觉得我信吗？我不参战，诸位随意。世子，请吧。这是要当黄雀？那6位出手，你身边的怕是护不周全。我要是不再前进，就此离开呢？世子，您不是这样的人。也对。世子，前后夹击，时局不利。用兵者被敌围困，难寻出路，该如何？那就杀出条路来。对，杀出条路来。老黄就是一个人进的场。那边就是登上武帝城墙的路。武帝城有12武奴，
都是败给王先知之后，心悦诚服、心甘情愿地留下来替他守城。这些就是？对，按理说，这12武奴应该镇守5楼啊，要一层一层的打到楼顶，才能有资格挑战王建之。怎么都在这儿了？改规矩了？他们在看我。谁都知道你来拿剑匣，他们要拦我。你以为呢？还能怀你啊？要不咱们现在就上去，直接把剑匣抢回来。不急，先跟着老黄的脚步走。大哥，大哥，你们到底在看什么？老黄跟王先之决战之前，在这儿喝了最后1碗酒。借几文钱。怎么了，魏爷爷？让世子自己去吧。这位公子，要点什么？有酒吗？有，各地名酒都有。公子想要什么？老黄当时喝的什么？什么老黄？干干瘦瘦的老头，背着个匣子，曾经在你这儿喝过酒。这，喝完酒之后登上5帝城楼，和王先之交手那位。献酒皇，一招见酒6千里，震惊天下那位是吧？那您可算是找对地方。当时那位前辈就坐在此处饮酒，之后这才生出那般豪气，与那王献之斗的是天昏地暗、日月无光啊！他喝的什么？我记得是黄酒。给我来一壶。好嘞，您稍等啊。公子，2个碗，谢谢。这放在这儿。公子您看，要点什么下酒菜？他当时做了什么？他说我家酒好。还有呢？之后这就没什么了。再想想。我想想，要了2两黄酒，半斤卤肉，还有还有1碟花生米。他还做了什么？之后就坐在此处，一直望向北方，还频频举杯，好像是在敬酒。我陪你喝。
是一个普通的马夫，他和世子本来也就是普通的主仆，然后世子离开北凉，3年游历，这3年他一直陪在世子身边。你全吃了？疯吗？少爷，你去哪儿啊？少爷，你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。慢点吃，都是你的。少爷，这场特别难吃，看。老王。世子那时不知道老黄有绝世剑术，在世子的心里，剑九黄这个名字不重要，一直陪着他的是马夫老王。他是世子的同伴、友人，到最后也成了彼此的亲人。我不会拦着你，但是打完你就给我回来。其他人烤地瓜，您烤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来，第一件事就给少爷烤地瓜。门牙都坏了，还这么爱吃花生，酒量也不好，2两花酒，让你喝了这么久。李前辈，怎么？劳烦前辈进去陪他说说话吧。怎么是我啊？这时候能叫醒他的，恐怕只有前辈您了。少喝点儿，每次喝醉了，还得我来收拾。我知道他走了，前辈，我没疯，我只是想隔着时光陪他走一程。想拿回剑匣？想啊。你自己告诉他。告诉谁？这里是武帝城，还能告诉谁？见王先知，不是说要打上5楼之巅才能见他吗？这是他的规矩，又不是你的。是啊，这是他的规矩，又不是我的。你该怎么让他知道你来了？
王献之，敢问何为九天之云下垂？何为四海之水接力？徐凤年，终于找到了。现在多少？再等等，等李成刚出剑。这就是你想对王献之说的话。九天之云，四海之水。徐凤年，你为什么要来武帝城？你如果怕了，就闭上嘴，逃出城，逃回北凉去。我不怕。别对我说，王献之，上言我不在乎你的规矩。今日我来，就一定要取回剑匣。你要斩拦，上言我早晚把你揍成地瓜。地瓜？是说揍成地瓜吗？应该是。骂得好，有胆识，过瘾。你说什么？之前和老婆3年游历，吃的最多的就是田里顺来的地瓜。刚才边喊边想着这事儿，结果就给喊出来了。好多年没有听见武帝城有人这么说话了，这才是北凉之主的气魄。就怕王献之忍不了了。准备动手吧。我要告，谁愿一战？天下第二王献之。王献之。还能是谁？我先给你打个招呼。前辈请讲。就算王献之不在，12武奴也还在镇守城池，要登城楼不太容易。都到这一步了，还能退吗？说得对，都到这一步了，不能退了。借剑一用。好一个李成刚！这么多把，应该能赢吧？到我这境地，飞来1把剑和无数把剑，其实都没了区别。那为何接这么多？这不显得霸气吗？去拿你该拿的。王献之、李淳刚来访东海，借着满城剑与你一战。李剑神，又见面了。打完再聊。等等，不如出海一战，
都行。当是最强一战。风景不错，就这儿了。可惜，这么多箭，少条胳膊没事。春秋不同啊，可惜了。没什么可惜，别说少条胳膊，手脚没了，我李纯刚一样不怕打架。这话说的不太吉利。这句收回行不行？天地重立，有意思。请出手。且看我一剑破之。